中一个27岁驾驶啉酒开车，家己去弄到台中捷运下边的分界岛。这个现场是喷出着真大的火光，这个车过来愈拖卡愈甲真大力，引发着浓烟散雾、涂沙粉飞，最后搁去共弄到停伫个路口咧等红灯的无辜的车辆。互弄到这个驾驶讲，有听到后壁迄个车咧并咧击的声。 当下就知影不妙咯，但是因为对方的车实在是冲伤紧啊，伊根本就袂负险，果然才一个尔，就甲整落咯。监视器翕到，这个白色轿车为道明后壁驶真紧，冲向路口，先弄到捷运下骹分界岛出火了后，因为车一直离过，所以讲现场拢是土粉碰碰因，过一直冲弄到停红灯的车。 碰撞声跟看他翻滚的时候，我有预期他会撞到我，只是我没办法逃离，就这样。被弄到驾驶想到还过会惊，伊讲听到后壁乒乓叫一声，就感觉不妙，不过呢袂负险，就弄到啊，弄一个真正力，掉碎轿车车头拢害了了。后链弄一个无看的，链去到车路的另外一边，链轻已经断去啊，头门拢害了了。车顶的女乘客跪伫路边啊，有去惊到。有辆经酒测值超标。 然后二车驾驶没有饮酒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调查是27岁姓刘的驾驶有啉酒搁驶车，搁载一个26岁女乘客。这个女乘客规身躯拢是伤，调查驾驶无受伤，不过因为伊啉酒驶车，弄到分界岛，搁弄到其他的车辆，已经牵涉到公共危险罪，被移送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